百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超商领会讲台语。唔知观众朋友啊，敢有伫网络买物件的经验咧？遐消费平台啊，拢会强调讲，今仔日落订，明仔载就会送到位。不过啊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敢有想过，无论是落订商品，还是领货时，啊，拢会当讲台语哦。那安尼啊，到底网购商品领货的时阵，要安怎用台语和超商的店员沟通咧？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啊，咱就要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相关的句型。若讲啊，咱伫网络买物件，落订产品了后，一定啊是真期待讲赶紧收到咱落订的物件。总是啊，这物件当时会来。其实啊，厂商若是出货时，拢会发通知互咱哦。像讲啊，因会发简讯，还是电子批来甲咱通知啊。总是啊，若是咱伫厝内一直等无通知。这时啊，咱会使打电话去问遐应该出货的公司啊，甲讲啊，我落订的物件还未送来，请问当时会来？啊是讲啊，我已经收到通知，超商迄边煞拢找无，敢是发生啥物状况？安尼啊，就会当帮助咱家己确认领货的时间点。啊，若是物件已经配送到位，咱去超商领货时，即阵啊，咱就会当甲店员讲啊，我要领货，我的电话上尾啊三码是，会爱讲电话号码的上尾啊三码，是因为超商啊是用收货的人伊的电话号码最后三码来做分类的。等店员甲咱确认无问题了后，伊就会讲啊，无问题，顶面的资讯拢对。这时啊，若是进前已经透过网络付钱。店员就会讲，我敢会当看一下啊，你的证件？会安尼啊？是因为货物唔免阁付钱就会当领去啊。看证件就是要避免讲咱的物件互人偷领去。啊，若是迄种啊，货到位才纳钱的啦，就是华语讲的货到付款的。这时啊，店员就会讲，啊，拢总偌济钱？安尼啊，咱照店员讲的数目付钱了后。就会当领货咯。复习，我落订的物件还要送来，请问当时会来？我已经收到通知，超商迄边煞找无，敢是发生什么状况？我要领货，我的电话上尾啊三码是，无问题。顶面的资讯拢对，我敢会当看一下啊？你的证件？各位观众朋友啊，超商买货讲台语，敢是真简单、真实用咧？今仔日咱的百工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